伫几个清醒的底尾有掉头，伫地上立邦困苦，为着海甲影的花花草就混乱，人对惊吓以及天后所要交伫天的事就分去，因为天上要叮当。伫迄时，要看见人主用关阳甲大阳光做分来，拄有遮个事，恁着挺身起来抬头，因为恁着受回军啊！搁用比喻甲因讲，试看无花果甲拢总的树，因不义的时，恁看见就家己知下天君啊！安尼，恁看见遮个事，就知上帝顾君啊！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还袂过去，遮个代志拢要成，天甲地。买无去，我的话卖无去。若是恁着家己谨慎，惊了恁的心互贪食、酒醉，甲这世间的快乐拍乱，就迄日亲像活豆有人到伫恁，因为迄日要亲像安尼，到伫见若徛起全对面的证人，若是恁着逐项坚持。祈祷，互恁会得到闪避将来的拢总的事，来徛伫人主的面前。讲道，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坚持天后。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根据咱教会节期的安排，伫圣诞节的前4个主日是抬杠节期。伫即个节期，咱备办好家己的心来迎接耶稣的出世。有一寡教会较注重礼仪，因会用一个大孔的花环来做布置。这个花环的主体是用青色的长年树枝，代表生命；箍做圆的是代表永远。伫花环的顶面有4支蜡烛，3支是紫色的，1支是粉红仔色的。中间有一支较大支白色的蜡烛。伫大港节期第1主日会点到第1支紫色的蜡烛。代表期待愿望，咱来坚持来备办等候来备办耶稣的出世，并且随时来反省咱家己的言行举止，是毋是对上帝有信心？第2大港主日会点到第2支紫色的蜡烛，代表备办信心，就提醒家己要备办主的道路，互也未信的人会当因为咱的好所行来刻目。要来认捌主耶稣。第3大港主日会点到第3支粉红色的蜡烛，代表宣告喜乐，因为咱拢已经经历耶稣为着咱降生，互咱伫罪恶中来得到讨放。咱确信主耶稣就是咱伫听候的救主，所以咱爱用听、用感谢来庆祝这个日子。第4大港主日会点到第4支紫色的蜡烛，代表福世仁爱。提醒咱用信心、愿望来听候、来服侍，并且备办心来迎接救主的来临。最后到伫12月24号圣诞暝，也是12月25号圣诞节迄天，会将花环顶面所有的蜡烛拢点到，并且嘛点到中央迄支白色的蜡烛。这支白色的蜡烛代表主耶稣，就是世界光，伊已经来到咱的中间。以马内利的上帝甲咱同在，所以今仔日是第1大港主日，就是敬请听候的日子。咱做伙用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36节，咱互相来勉励。这段话是耶稣伫受难进前的几工，伊伫圣殿所讲的一段话。伫迄几工，耶稣拢会去到圣殿。伊伫遐教示人，并且伊嘛做出几啊件互人情意外的代志，亲像耶稣引导伫圣殿内面做买卖的担仔，也是耶稣甲学生伫遐看人安怎伫奉献。所以当耶稣的对着，就是这经学士、遐祭司，也是一寡较亲近罗马政权的撒都该人，因知影耶稣伫遐，因要去到遐，想要掠耶稣的芳。
但是耶稣拢用适当的话一一来回答因，互因无法度来辩驳。当时是犹太人的节期，就是搬过节，所以圣殿非常的闹热。侪犹太人对寄居的所在转去耶路撒冷，因无可能随身来带着羊，所以圣殿有提供服务，就是有真侪担仔伫遐卖羊，伫遐卖牛，方便人会当买来献祭。伫遐担仔中间，嘛有一寡是专门对换圣殿专用，顶面无刻罗马皇帝的像的钱票，方便人会当换来奉献。所以当时圣殿一定是非常闹热，充满牛羊伫遐叫的声，嘛有人伫遐买化价的声，嘛是有钱人因伫遐落伫遐翕真济银角啊，入去迄个奉献箱，奉献遐的钱弄着金属所做的管，发出当当当，亲像音乐的声。其中嘛有文士伫遐教导律法的声，哇，规个圣殿敢若夜市啊共款。所以耶稣的学生嘛，敢若是伫洗夜市啊共款。当伊看到哇，一间遐尼水的圣殿，当时的圣殿是大希律，伊伫当时统治犹太地区。伊为着要收买这犹太人的心，为着要彰显家己的统治，所以伊将原本的圣殿扩大做3倍，哇，看起来非常的壮观。所以耶稣的学生看到遐尔壮观的圣殿，喙无法度禁止，开声伫遐讲：哇，这间圣殿乃遐尔水，拢是高级的石头起的，并且满拢是人献的礼物。但是因的话较引起耶稣的感叹。耶稣讲：恁所看见的遐物，日子要到，伫遮无有一块石留伫石的顶面，也无扯落去的。耶稣敢若咧唱衰共款，毋若安尼，耶稣煞讲耶路撒冷的命运，要有大的困苦到伫迄个地方，也想起到伫迄个百姓，因要受倒台死，受掠到万邦，耶路撒冷要互外邦人吞打。哇！遐尔伟大、遐尔壮观、闹热的圣殿伫人的眼前，耶稣的学生安怎想，因嘛无法度相信即间圣殿会无去，所以因就问耶稣讲：先生啊，安尼什么时要有遐个事？搁遮个事要成的时，有什么兆头啊？因就望讲，伫遮个事要发生的进前，会有什么兆头，互因会当比其他人搁较知影，搁较早会当来知影。咱拢知影讲，一般的犹太人，因伫面对即个弥赛亚预言的时，因拢期待即个弥赛亚会来拯救因，会来处罚统治因的遮外邦人。但是耶稣的意思毋是安尼哦。耶稣讲，审判毋是对外邦人开始的，是对耶路撒冷，是对恁犹太人的中心，就是圣殿开始的。因为耶稣有看出迄个时代遐犹太人的问题。当时有一寡犹太人，因非常的好战，因甲罗马政权正面伫遐对角，最后引起罗马人几啊摆出兵来镇压。也是当时有真侪假先知伫遐鼓吹因的同胞讲：哎呀，咱毋免惊罗马人，上帝会惊神者来拯救咱。所以因听这个话，一点仔警觉也无。另外，嘛有真侪宗教方面的危机，亲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各据山头，逐个人拢想要掌权，但是因无真正敬虔。遐普通百姓咧。敢是无辜的？毋是因欺负送乡人，无照顾因中间的孤儿寡妇，嘛无判断力去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毋对的。所以耶稣看出迄个时代的犹太人非常的无知，所以耶稣教示伊的学生，毋是一直伫期待政治上的弥赛亚，因为耶稣的国毋是世间的国。并且爱做好准备，
因为耶稣的确会过来。但是伫耶稣过来之前，真侪代志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伫这变化产生的时，人是要安怎徛在下条？人是要安怎敬请听候咧？所以耶稣讲，伫日月星辰要有调头，伫地上日邦困苦，为着海甲影的花号就混乱。人对惊吓以及听候所要到天下的事就分去，因为天上要震动。哇！当咱看到这描述的时，毋知影咱的内心会有啥物感觉？有的人可能会真惊吓，然后将世界所发生的天灾人祸做一个联想，认为讲末日得要到啊。但是嘛有可能有人会想，耶稣所讲的一定是以后才发生的代志，甲我无关系，所以有缘过得罪上帝的生活。但是这两种态度拢毋是正确的，因为耶稣的讲论用的是启示性的语言，伊是分析当时真实的状况。耶稣毋是伫预言未来，这种启示性的语言会互人感觉好奇。当伊听到耶稣安尼讲的时，会引起因的注意。哇！这间遐尔壮观的圣殿会无去，安尼咱安怎将咱的安全感要放伫什么款的所在咧？这种代志当时会发生咧，所以这种语言会引起听众的好奇。另外，这种语言的表达嘛会互人惊吓惊醒。哇！日月星辰，大自然要产生遐尔大的变化，安尼咱是要安怎咧？所以简单讲起来，这种启示的语言，就是要互人伫看起来无烦无恼的局势内面，敢若突然间大力甲你讲一个共款，互你会当醒过来。所以伫咱的圣经内面有真侪这种启示性的语言，亲像启示录，亲像咱咧读但以理书、但以理的后6章的所在。遐个所在是描写但以理伊看见的异象，这拢是算启示性的语言。这经文互咱读，但是咱敢若佫读无。毋过因就亲像伫黑暗中点倒的一支蜡烛，要照光遐个敬请听候的人，互这个人真正看清楚因伫听候的是一谁。是世间遮有权能，但是暂时的君王吗？也是因伫听候的是人子用权能甲大阳光做魂来的迄位大君王咧。这圣经爱咱用敬请的态度来面对咱的世代，咱则袂互一寡无影的话来骗去，因为信仰嘛有诈骗集团，就是咱讲的异端。异端对旧约就有啊，然后甲新约搁较侪。所以咱看见伫新约有一寡假先知、假教师，因为着骗食，世界游行伫当时的教会做错误的教导。所以无论是耶稣也是保罗，因拢一再提醒信徒爱谨慎，毋通有啥就听啥，一点仔判断力拢无。甚至到伫现代，异端嘛使用真侪的科技来宣传因的思想，亲像东方闪电。咱兄弟姊妹若有用 Facebook、用脸书的，拢会最近定定看见一寡人邀请咱，因想要甲咱做朋友，因自称家己是基督徒，想要甲咱分享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咱发现，因会用一寡宗教的图片。也是看起来一寡真奇怪，用 AI 产生的一寡的图片。另外，嘛有耶和华见证人，因嘛分一寡彩色的，看起来有圣经节的图啊，互无清楚的基督徒认为讲，因甲咱是同一国的。也是咱定定会伫路里看见一寡骑脚踏车，真缘投世界传教的摩门教的这外国人。因自称是耶稣基督末后期圣道教会
所以伊会邀请讲你来阮的教会参加免费的英文查经班。虽然看见这异端所用的形式，甲正统的教会拢差不多，所以有的人会想讲反正拢是教会嘛，拢共款嘛。但是看起来共款，敢真正共款咧？信仰毋是有免费的物件就好，真正的信仰是在医治咱的灵魂，是要帮助咱会当找到真神。若是假的，信伊根本就无价值。亲像咱若破病食药咱无可能去摕一粒看起来敢若是药的物件就甲吞落去。伊若是假的，不但无任何的效果，嘛有可能会伤害到咱的健康。所以，伫面对百种的异端，咱要安怎预防咧？圣经有针对异端有一寡的教导。第一，咱若听到有人讲伊是基督，这一定是假的，因为无第二个基督。第二，耶稣捌讲，老人讲时近啦，嘛毋免信伊，因为耶稣搁来日只有上帝知影，无其他的人知影。所以，当咱拄着有人甲你讲某一年、某一天耶稣会搁来，迄拢是骗人的。所以，抵挡异端上好、上新的武器是啥？就是咱的圣经。当咱对信仰有正确的认捌，咱就会当抵挡千奇百怪、日新月异的异端。是面对耶稣要搁来的这调头，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呢？耶稣讲：拄有这个事，恁就挺身起来举头，因为恁会赎回君啦。当咱看见这个破碎邪恶的世界，耶稣爱咱，毋是伫遐愤恨不平，也毋是伫遐惊吓过日。耶稣爱咱挺身举头，挺身举头的意思是欢喜。奇怪，遐尔恐怖的代志要发生。为什么咱阁会当欢喜呢？因为咱知影，咱得到赎回的日子已经近啦。兄弟姊妹，咱坐伫遮，因为咱拢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咱拢知影咱的灵魂已经得到救啊。但是咱现主时所使用的这个身躯，嘛渐渐在败坏。咱这个身躯嘛受到罪引诱，嘛受到病痛的拖磨。但是当耶稣过来，咱这个身躯就要得到改换。亲像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2节所讲：兄弟啊，我讲血气的肉体未会承接上帝国，未朽烂未会承接未朽烂。但我用奥妙甲恁讲。咱无要拢困，是要拢变化。一时仔久，目一年，月期扫角淡的时，因为扫角要淡，死人就要搁活，变做未朽烂的，咱也要变化。当耶稣过来时，已经过身的信徒，因要搁活，然后咱也活的人，咱的身躯嘛会有变化。所以，伫这代志发生的时，伫世间人惊世界末日、惊到要死的时，相信耶稣的人，咱就会当挺身，会当举头，会当欢喜。因为面对安尼日子，咱毋是绝望，咱是要进入主永远的国度。所以，当耶稣要过来之前，咱要安怎面对呢？咱来负责任，来过咱每一天的生活。尽咱的义务甲责任，然后用愿望、用欢喜的态度来迎接主耶稣的过来。到底是倒一日，无人知影。有可能迄日是伫咱日常的工课的时，是咱伫带囡仔，是咱伫做咱的家务，是咱伫上课，是咱伫服侍的迄个时刻，耶稣就过来啊！咱嘛相信。当咱接受伊所交托予咱的，伫每一日，咱会当做好这个工课时，到伫迄日来临的时，伊会称呼咱是好搁尽忠的奴仆。这敢毋是咱上大的期待吗？
虽然主倒一天来，咱毋知影，但是耶稣爱咱知影，咱爱有迄个敏感度，知影耶稣就要过来啊！而且耶稣用无花果树甲所有的果子树来做一个比喻，试看无花果甲拢总的树，因发芽的时，恁看见就家己知夏天近啦。安尼，恁看见这个事，就着知上帝国近啦。耶稣伫遮用2摆，恁看见就知影，用2摆哦。伊讲，当咱看见即个树开始发芽，就知影讲春天来啊，就知影讲热天已经接近啊。人透过观察即个大自然的现象，就知影四季的变化。恁看见这个事，恁看见这个事，有诶圣经是翻译做安尼。恁看见这个事，渐渐地成就。这个事是甚物事咧？这个事就是过去上帝家己所讲过的话，也是这历代先知所讲过的话，就是弥赛亚的预言。犹太人拢知影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耶稣爱因伫历史的顶面看见上帝渐渐地成就的一切，这拢是一步一步地实现。弥赛亚得要来拯救的这应允。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讲，当恁看见树啊发芽，就知影热天近啊。安尼，当恁看见上帝的话渐渐地应验的时，也应该知影弥赛亚就要过来啊。兄弟姊妹，咱伫台湾，咱无亲像犹太人有遐尼济关系弥赛亚的传统，但是当咱看见，敢嘛会当知影咧？你讲你看见甚物咧？其实咱已经看见真多啊！咱看见即个世界历史，搁较强大的帝国，到现在无一个是留落来。但是耶稣这位君王，经过2000年的压迫破坏，耶稣犹原伫千千万万人的内心来做王。咱看见即个世界哪来哪黑暗，哪来哪对路。罪恶畅行，但是咱嘛知影，耶稣的光会当赶开这黑暗的关系，互真侪人的生命因为接受耶稣来得到改变。咱嘛看见真侪咱中间信仰前辈真美好的脚印，因伫艰难的中间掠着上帝，咱就知影，这个上帝是永远袂改变。伊是信实，是永远甲咱同在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这咱拢已经看见啊，但是咱敢真正知影咧？咱若真正知影，相信咱会有搁较好的性命，因为咱就有动力会去改变，咱就有勇气会当去견地，咱嘛会当伫充满丰富的人生的路程内面。用喜乐去面对所有的挑战，但是咱中间若有兄弟姊妹，你已经看见，但是又袂知影兄弟姊妹，请咱搁较侪来读圣经，搁较侪来做礼拜，也是搁较侪甲同信的兄弟姊妹来分享，你就会发现，信仰毋是假的，信仰嘛毋是理性上的认知那尔。信仰是各真各活，并且会当真实实践伫咱内面的安尼一个真理。最后，耶稣甲伊学生讲，这话永远袂无去。虽然伫即时还未看见代志的成就，但是爱用敬请的态度来听候。耶稣在讲这段话时，伊还有甲这学生伫地。所以对学生来讲，耶稣所讲的人子的降临，听起来有一点仔，互因无法度明白。奇怪，耶稣，你毋是现主时就徛伫阮的面前吗？为什么你会讲你会过来咧？当时的学生无法度明白，就亲像咱的朋友，也是咱中间有的人心真硬，因也未信。
伫听到福音的时，因无法度明白共款。但是当这学生做伙祈祷，圣神降临伫因的身躯顶了后，因总算明白啦。所以因的明白嘛，加做因世界去传福音的动力，甚至伫面对殉教，因也无得惊。但是即时的因虽然也无法度明白，但是耶稣知影，伫听候的这段期间，有可能会面对另外一种的引诱，也是试探。所以耶稣提醒因，若是恁着家己谨慎，行了恁的心，互贪食、酒醉，甲这世间的挂路拍乱，就迄日亲像活豆忽然到伫恁，因为迄日要亲像安尼到伫记那徛起全地面的众人。这段话甲前一段就是21章12节到19节有非常大的无共款。第12节到19节的是耶稣讲，伫人子要来的进前，恁会受到极大的迫害，所以恁中间可能有的人会互恁的亲人出卖，有的基督徒会互因咧做生意的，会互禁止来做生意，恁可能会失去经济的来源等等。所以12节到19节，耶稣是提出安尼一个警告。但是伫今仔日的圣经节34节到36节，耶稣较提出另外一种的危机，就是贪食、酒醉，甲即个世间的挂虑。兄弟姊妹，你认为倒一种较恐怖咧？其实拢非常的恐怖，因为受到迫害、受到压迫是真强烈的，是真残忍的，是马上会当夺去人的性命，也是你的财产的。但是耶稣伫今仔日所提出贪食、酒醉，甲即个世间的挂虑，就好亲像是温水煮青蛙，互人伫享乐真舒适的内面，渐渐失去觉醒。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讲，伫人子要来进前，伫伊要来进前，恁有可能会拄着外在来的压迫。但是，佫较爱说你的是，对家己内心出来这个贪恋、放荡，也是对物质官位的这个流乱。因为掠恁、害恁的这人，虽然会害死恁的身躯，会害死恁的性命，但是因袂抢夺恁的灵魂，所以毋通忽略伫咱中间，咱家己内心所产生出来迄个欲望、迄个贪心，因为这会害死的是咱的灵魂。所以看起来，耶稣是在讲，伊要过来进前，基督徒会面对的是内忧外患。外患是这压迫、这迫害；内忧是咱家己内心所产生的这对立、这放荡。安尼是要安怎咧？所以耶稣提出讲，若是恁着逐时敬请祈祷，互恁会当闪避将来隆重的事，来徛伫人子的面前。耶稣伫遮讲，咱爱逐时敬请，常常祈祷。有一个老太太，伊坐伫路边，伊伫注意一面的墙，因为迄个壁看起来敢若随时要倒落去共款，所以每一摆有人要行过去的时，即个老太太拢真好心来提醒因讲：哦，即面壁随时会倒，所以恁行的时爱离伊较远的。但是这互人提醒的过路人感觉真奇怪。啊，即个壁看起来好细好细，哪有可能会倒咧？所以过路的人拢将即个老太太所讲的话当作耳边风，无要插伊，就顺即个壁慢慢啊行。所以即个老太太坐伫遐非常的生气，为什么遮个人无要听伊的话？但是每一摆有人要行过去的时，因嘛是真好心来提醒因。就安尼，即件代志几啊天过去啊。经过壁的人拢真安全来通过，无人拄着危险，所以这老太太就感觉真奇怪。
但是嘛有淡薄仔失望，为虾米即个壁无倒落来？伊就哪行哪想，不知不觉的中间就行到迄个壁下遐，然后伊跍落来，伫遐详细查看，为虾米即个壁无要倒落来？但是就伫迄时，即个壁就倒落来。老太太嘛，互一个落落来的砖仔来拍伤。兄弟姊妹，提醒别人保持敬醒，非常的简单。因为咱定定伫看人的缺点，所以一个仔就会当指出伊的失错。但是要互家己保持敬醒，会当讲非常的困难，因为咱拢看袂见家己的缺点。所以伫教会节期的第一主日，就是今仔日第一大港主日。今仔日嘛瓦棍2024年的年底。伫即个时阵，咱会当搁一摆来反省咱家己的信仰。我的信仰到底是起造是甚物款的基础？咱嘛会当开始做适合咱家己的灵修的计划，下定决心来实践，互咱家己的每一天会当行伫合主心意、合主欢喜的道路的顶面。咱做伙来祈祷，主，愿期待你过来。主，你第一届来救赎阮的性命，互阮会当得到救恩，互阮的罪会当来得到洗清。主，愿期待你过来，因为你会过来，要互阮即个会败坏身躯得到改换，互阮会当承接上帝的国度。主，恳求你伫大港节期，伫阮准备欢喜庆祝圣诞节期的时，互阮搁一届敬请听候。互阮备办好阮的心，迎接耶稣基督的出世。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